欢迎收看《台湾新界》，我是阿明张伟明，真正是台湾甲美国断交以来上大的突破。咱看到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昨就来到台湾，今日是和蔡总统来见面。阿扎尔部长有强调讲伊是代表 Trump 总统来表示对台湾的这个支持。蔡英文总统咧和这个访问团会面的时阵，嘛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是拜读台湾，是违反到这个普遍的这个人权价值啦吼。另外，咱嘛看到是同一日哦，昨日各有日本前首相，咱看到是 Mori Yoshiro 来做会面吼，同一天来到台湾中共吼，真正是气甲吼。其实这回阿扎尔会当来到台湾吼，真正是咱讲的吼美台关系上吼一个真重要意义，就是咱看到总统 Trump 伫咧台湾吼，履行法头顶，以2018年来去做签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伫咧拍破吼这断交以来这个外交限制，真正是透过这个法案会当鼓励到美国甲台湾的这个官员吼，互相来去做交流啦吼。不过，有人来质疑讲，这回美国吼疫情这么严重，为什么拢唔免来做检疫哦，都会当入来台湾？啊，其实哦，咱讲的就是外交泡泡啦吼。这回是特别开放，但是因是专机专车吼，规个拢是吼做一寡防疫上的这个部分吼，所以防疫条件拢无较松。阿扎尔部长嘛伫网络头顶表示讲，因规团人伫机场都验过着病毒，这拢是阴性吼。解除掉这个疑虑啦吼，今日才会当来去做一寡访问的行程啦吼。咱嘛看到讲，今日和这个蔡英文总统来会面，啊，今日3点的时阵，佮和陈时中部长哦，这个72点钟的这个行程真正是无休停啦吼。明仔要创啥？明仔要来台公卫学院啦吼，来去做演讲。另外咧，8月13的这个时阵吼，8月12的时阵吼，嘛要甲这个李登辉前总统来去做一寡第二。8月13才要登去到美国啦吼。今日咱嘛看到讲，美国这个 CDC 吼啊，这个部分啊，美国卫生部长来到 CDC 和陈时中部长签啥来签这个 AIT 甲这个 Tacro 卫生合作备忘录啦吼，其实就是要提升到美台这个医疗上的这个合作关系。日本媒体嘛讲吼，是毋是有可能会成立新的这个 WHO 咧？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部分今仔日咱讲这个 AIT 啊，还是讲吼这个伫遮做会面的时阵，这个阿扎尔嘛有讲到吼，这个台湾可能吼麦当该邀请入去啊，多边双边这个合作空间机会拢有啦吼。但是美台的关系这么好，中共即阵是气噗噗，咱嘛看到讲吼，因为呛讲要伫舟山海峡来去做演习啦吼，嘛做出反制，啊这反制是要反制台湾或者是美国，透过今日节目，咱们做伙来去对话。这边先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台湾地壳执行委员罗宜中，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到美国 Tufts 医学院教授张武修，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到前外交官刘树杰 Jerry 你好，大家好。是哦，今日咱嘛要先带大家来看讲，真正吼，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一刻，咱看到蔡英文总统和这个阿扎尔部长来去做见面，先做来看。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初到下晡来台湾，参访团伫咧机场做采检。阿扎尔初10透早伫咧 Twitter 表示，采检的结果是阴性，真欢喜来到台湾表达伊的支持。初10早起会会见总统蔡英文，因应防疫，全部的人拢有挂喙罨。总统蔡英文嘛以拱手的方式，甲来访问的成员致意。Honored to be here to convey a message of strong support and friendship from President Trump to Taiwan. Taiwan's response to COVID-19 has been among the most successful in the world, and that is a tribute to the open, transparent, democratic nature of Taiwan's society and culture. 阿扎尔除了表达总统川普对台湾强烈的支持，台美持续加强合作，而且佫一届俄罗台湾防疫的成就是全球上成功的模范之一。嘛讲到透过这届的机会，要对前总统李登辉表达哀悼之意。Lee Teng-hui, the father of Taiwan's democracy and one of the great leaders of the 20th century's movement toward democracy. 总统蔡英文强调讲，台湾的民众拢真欢喜看到美国官员挂有印 Made in 台湾的喙罨，相信阿扎尔这届来访会当互台美就疫情来交换意见，共同建议未来合作的方向，嘛批评 WHA 无应该排除台湾。我要再次强调，政治因素不应该凌驾在健康人权之上。WHA 排除了台湾的参与是违背医卫普世人权的原则。
也若日本媒体产经新闻报道，阿扎尔即届来访是要甲台湾讨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取代 WHO。不过针对这点，总统府甲外交部拢声明驳回讲，报道甲事实并无符合。记者综合报道。是啊，真正重要这一日啦吼。啊，毋过咱嘛看到讲产经新闻昨介入着讲吼，是毋是台湾会当去参加新的这个 WHO 透过阿扎尔来台湾，真正的这个对话会当展开啦吼。但是吼，昨总统府第一时间是否认哦。啊，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其实今仔日有新的这个意义啦吼，就是这个阿扎尔伫咧记者会头顶，然后讲。多边也是双边这个合作关系爱等待明年这个美国退出正式啦吼，退出到 WHO 才会当正式来吼。但是伊嘛讲啊，邀请台湾是有可能的。我想吼，就是讲，迄昨三间新闻吼，因的这个报道，唔知是听什么人讲着。OK。所以讲，可能伊有采访到有甲这个过程有一点仔关系，才迄台湾的官员吼。是。当然开始有这款迄消息，这款联想出来。最后是讲吼，因为美国讲要退出这个 WHO， 吼，也是讲迄美国想要成立什么款其他的组织。是。实际上，这中间这需要一个过程。可能美国即马嘛唔知影要安怎来处理，尤其是讲一句较实在话，就是讲吼，川普总统哦，到底今年年底敢袂连任？吼，可能因家己嘛毋是讲遐尼确定。所以讲即马真侪即个亏来是肯定讲要安怎互伊会当连任，尤其是卫生部部长吼，即马上重要职务就是讲要处理美国即马游玩伫遐世界也即个即个疫情啦。所以讲要处理这疫情，造成讲迄美国要去想甲 WHO 这边代志，我是讲因的这 priority 吼。优先的顺序可能更较后壁一点。是啦，就是讲疫情爱先好控制伫咧啦吼。所以咱今日强调讲，这个 AIT 甲 TECRO 就是咱讲吼，美国在台协会个咱驻美国这个咱台湾这个办事处啦吼。其实签的这个合作备忘录已经够意义，毋那是吼过去咱讲吼美国。真正帮助咱伫咧训练公共卫生的这个人才吼，但是即阵无共款啊。透过这回武汉肺炎，台湾展现着伊这个时机，这个把握吼，咱真正武汉肺炎直接守护甲真好势啦吼。所以这回是美国来甲咱学习无？我感觉吼，这届这个来台湾签这备忘录吼是足特别的，几乎是空前啦吼。过去咱甲美国伫科技上、卫生的合作真济。大部分的签约拢伫美国签约，但即届呢，大家讲哇，美国你家己有病情遐尼重，你若来，才知影讲美国即使伊即摆疫情遐尼严重，伊一个部长愿意来到台湾，走一抓，是遐尼远呢，来甲咱们签约，表示美国对台湾的科技医疗愿意重视，哦，这是点。过去咱拢真侪人去美国学，咱台湾即摆 CDC 即届做得足好诶，咱就防疫做得好，这个系统。你若听陈建仁，迄个副总统这是10几年前，伊派一堆人去美国去学来，是，咱是伊的模范生啦，伊算讲是咱的老师啦。但是咱这模范生即马做较足好诶，是，咱歹势讲青出于蓝，但是咱即个防疫会当做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10几年前有足侪咱的医疗的先进去美国去学倒转来，是，吼，即马当然即个未来吼。咱台湾甲美国这个，比如讲台湾咧入去加入世界卫生组织23年啊，所有23年来上大的帮忙就是美国。哦，你看过去咯，部长 Tommy Thompson 这拢是前任部长啦，这届是现任的部长，在任部长来讲，表示对台湾的医疗科技的发展甲合作有相当大的趣味啦。美国人绝对是嘛是考虑伊的趣味，伊这趣味。甲咱台湾的趣味合作伙，所以造成即届的合作。但是呢，这个唔是讲忽然间暗时就变日时。过去伫亚太经合会 APEC 的时候，咱台湾甲美国伫卫生议题上足侪合作啊。个美国在2-3年前，美国甲台湾成立一个全球科技发展多边的这个合作机制，内底公共卫生的训练甲。迄个东南亚足个国家的合作，拢已经控制来了。所以我感觉台湾，因为咱家己表现好，咱若即个表现真差，我想美国也袂即阵来。哦，真正是。所以咱是有哪一步一步伫咧做，嘛是咱的陈部长真优秀啦，有价值啦，规个甲做出来。当然，咱未来甲美国合作的抑阁足侪部分的，比如讲，头拄咧讲疫苗，咱台湾的疫苗有咧拍拼做，但是速度无遐紧。美国大概是上紧有这个疫苗发展出来，所以咱免那甲美国伫科技疫苗这个药物的中间，伫即个 COVID-19 的疫情上面，会当
共同来合作，唔是讲加靠美国合作，咱嘛有一寡经验会当分享给美国。我想，咱定讲美国人无啥爱带即个口嘴烟，即款美国人即马因为台湾的经验，嘛会当分享咱带嘴烟的经验互伊。所以我想，这双边的合作互惠。真重要。有影吼，伫咧医疗上吼，咱的这个经验真正吼，全世界是吼美国吼，真正吼会当真侪学习的这个所在吼。所以咱们要先带大家来看讲，这回吼，咱看到阿扎尔部长来到台湾吼，今日和这个陈时中部长签着这个 AIT 和 TechRo 这个备忘录啦吼，这个画面是啥物？咱先做回来看。今天很荣幸可以与阿扎部长在台湾共同见证。台美签署医卫合作了解备忘录，此为近年来台美医卫合作的一大突破。去年 WHA 期间，本人即将 AZ 部长当面提出签署此 MOU 的构想。很高兴经过本部、外交部与美国卫生部 AIT 这1年多来的一个推动，顺利于今天完成签署。今年5月 ，WHA 前夕。我与 AZA 部长双边视讯会议中 ，AZA 部长曾提及，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亲自会面。AZA 部长在百门之中拨额来台，见证这历史的时刻，这缘分弥足珍贵。我也特别感谢今年 WHA 期间 AZA 部长力援我加入 WHO。并于会后与我国发表共同声明，重申 WHO 不因政治因素排除我国。今日签署的 MOU 是首次由本部与美国卫生部代表执行，合作范围包含全球卫生安全、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健康促进、数位健康、公卫实验室、药物滥用等领域。便借由办理合作计划、人员交流训练、互访、建立联系窗口及研讨会等方式执行相关实质的合作，以增进台美人民的健康福祉，并共同促进亚太区域乃至全球的卫生安全。我们也将借此 MOU 展开台美关系新的一页。Thank you very much, Minister Chen, for welcoming me to the CECC today, and thank you everyone for the warm welcome that I have had here so far. This visit i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Taiwan's world-class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ogether, we have more than 20 years of a robust and wide-ranging public health relationship, from the SARS outbreak response to cancer research, vaccine research, and regional information sharing efforts. I have also enjoyed and appreciated my dialogues with Minister Chen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aggressively pressed for the last 4 years to restore Taiwan's role as an observer. The CECC itself is an impressive example of the hard lessons learned from Taiwan from the SARS outbreak, building a robust response structure that has helped protect Taiwan during COVID-19. I want to congratulate Minister Chen, his team of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everyone in Taiwan on the success of the Taiwan model. Today, I am pleased that TechRo and AIT have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o formalize the more than 20 years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my department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on a wide range of issues. Minister Chen and I also just signed a statement reaffirming our long-standing cooperation to address health challenges, including COVID-19. As we look ahead to health threats in the futu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cooperation on health, relying on the common sense goals of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that define successful health efforts. Thank you again, Minister Chen, for your close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sharing the lessons of Taiwan's success today. Thank you.
其实啊，咱看到这个阿扎尔对台湾真正无清楚啦，台湾人嘛对伊无清楚，咱看到过去就和这个陈时中部长吼，捌通过电话哦，伫咧2020年4月时阵，迄当阵讲啥来？感谢讲吼，美国分享台湾上大的这个做法甲资源吼，啊，美国会继续来支持台湾扩大参与到 WHO 和全球卫生这种经验伫咧啦吼。啊，咱嘛看到 WHA 迄当阵是咧做啥？视讯会议头顶，咱嘛看到阿扎尔批评中国以外。支持台湾吼，就伫5月时阵，这个WHA 的这个时阵吼，这个会议发言讲吼，听台湾2300万人的这个健康，袂当和这个政治来去牺牲吼。所以咱要来请教 Jerry 啦吼。其实这有2个重点要来问你啦，第一个是外交上的吼，你伫面册头顶写讲啊，其实咱看到的这个外交部长啊，不是啦，就是讲卫生部长啦吼，因即回来台湾，是安怎会当用到这个咱讲特例啦吼，来入捌台湾，咁唔免这个防疫这个部分呢？但是第二部分要怪请教，伊对台湾吼，真正伫咧 WHA 还是讲 WHO 要入的这个部分吼，真正对台湾真有贡献。啊，过去嘛甲时中部长讲吼，啊，真希望会当来，这回真正来啊，伫咧防疫上啊，甲伊实际意义到底是啥物？是吼。首先，我要先强调一下啦吼，就对于这个美国卫生部长来台湾这件代志，我个人是非常赞成，100%的赞成啦。因为吼，这是台湾旅行法吼，台湾旅行法伫2018年通过了，到目前为止吼，第一摆有意义的适用。因为2018台湾旅行法通过了，到目前为止，到艾莎部长吼来台湾进前，其实台湾跟美国相比，各站吼互访的层级其实一直没有显著的提高。所以说它有一个正当性，有一个正当性会当吼美国总统、台湾的总统去美国去台湾，但是到目前为止吼，这个高层互访拢无提高这个层级。但是这摆这个美国卫生部长来到台湾是第一摆吼，他们把到台湾吼，从1979年到今嘛吼，第一摆吼，把这层级做提高了，所以就外交上就外交上来讲，这是非常正面的代志。好，啊，第二点要讲吼，即个咱讲外交泡泡这个代志啊，其实外交泡泡其实无安尼诶用法的，就是我讲，伊其实伫外交上来讲是有一个外交礼遇、外交豁免，包括伫咧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伊拢有讲。但是这个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吼内底吼适用即摆美国部长到台湾，其实正经来讲是这个第25条，就是讲吼让。好，驻在国这个使节团，就是讲这 AIT 哈，可以顺利的去完成职务哈。因为伫过去外交哈，这个但不管是讲这个豁免，然后礼遇，还是讲特权哈，伊也适用对象拢是伫这个外交官本身。但是艾莎部长本身伊并唔是外交官，但是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宾。哈，所以即摆安尼讲起来讲吼，我伫面册顶头我就是写讲，第一我赞成伊来台湾，第二就是讲吼，若是正经有上歹的状况有发生，就是讲有疫情发生的代志，时阵这要安怎办吼？所以我嘛看到讲，这个陈时中部长哦，非常有肩膀，非常有担当，伊就出来讲，若是有这个状况发生，我来答这个问题哈。所以我这边是讲吼，以后外交部的访宾会愈来愈多，比如讲这个月底都有这个捷克参议长要来，以后可能够有别团，未来就是讲到底是外宾访团到什么款的层级，伊会当适用这边吼，这个美国部长到台湾这个规格，还是上咧决这个代志，吼，上咧会当有这个权利会当决讲这个访团吼，伊会当适用这边这个规格，这是咱以后爱去想的爱去想的代志。所以 Jerry 的意思是讲吼，因为咱即阵也阁是这个 CDC 哈，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也是陈时中部长啦，所以你意思讲。伊若是做一个指挥官的这个部分啦吼，伊敢无法度权利吼来去管。伊有法度去做去管这个代志，但是未来吼会有愈来愈多的外宾访团为不同的国家来嘛。咱讲这个月底有捷克，以后可能有其他的国家，所以
当外宾的访团愈来愈多的时阵，谁来决定？咱就要去想这个问题嘛，因为其实陈部长伊嘛有讲啊，这个咱讲外交泡泡是非常耗费人力啦，哈，所以咱无可能讲定定去做这个代志嘛，因为他要耗费太多人力，坦白讲也是有一定风险啊。他虽然在访台前3天去提出讲这个核酸检验，但是你毕竟嘛是有一个 gap 伫遐，你就是讲访台前2天前1天，伊嘛是有风险嘛，所以讲不管你再怎么讲，伊都是有这个风险伫啊。所以讲这个风险，这个领域哈，这个特权哦，以后在不同层级的外宾访团的时候，是上有这个权利去决讲，这个访团它适用，这个访团它不适用。OK， 咱继续来请教委员啦吼，就是咱看到外交上的这个意义，甲防疫者吼，安怎去做一寡春秋啦吼。另外，咱讲到外交的顶面，咱有看到日本的这个部分，捷克的这个这个月底就要来啊。咱看到真正是讲重要性来讲，美国、日本真重要，但是防疫上安怎来去防？我想吼，这应该是爱有一个标准，就拄啊，咱迄个 Jerry 所讲的吼，就讲也是讲真正这个访问这个团愈来愈多的时阵，到底要安怎处理？当然，即马我是感觉讲，敢参像迄个用中国话讲摸着石头过吼，迄一边做一边看卖安怎来迄建立这个方式。所以讲，像讲即届这个美国甲日本吼。就是讲，这用一个人讲泡泡，不是外交泡泡，应该是过去这个 Australia 啊，甲这个 New Zealand， 应该有讲一个 travel bubble 旅行泡泡哈，用这个概念甲伊讲延伸到这个外交的这个领域内底哈，意思就是讲，这是我甲你有信任的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讲甲外口算讲有一点仔隔绝哈，用这款方式来处理啊，所以讲这个像讲咱就讲那些莫里哈，甲这个阿扎因的这2个团哈，基本上因来台湾，所以讲每一个迄个所在每一个动线吼，咱拢会算讲真严格，来甲检验，嘛有真严格的干事，甲因做伙这台湾人，算讲每一个伊都有编号啦，知影讲到底是什么人做什么款的代志，有可能有什么款的动作，所以讲这是拄啊迄个陈部长伫遐讲非常耗费人力嘛，因为要建立这款的以后搁要会当 contact tracing 吼，会当做了较明确，所以讲变成讲咱派去这边的人，甲这个要所爱做所有迄准备的动作，非常足耗工的啦。所以伫遮吼变成讲这个美国、日本这种吼，袂讲来伤侪团，无台湾真正挡袂住。袂堪你啦吼。嘿，像讲迄个捷克应该是讲进前吼，大家有讲过，就是讲你要来遮吼，会当迄个算讲大家真自由来讲讨论意见。尤其是即届迄个捷克因的迄个参议院长吼，伊所带的人唔干那讲政府官员，佮有足侪民间的，无论讲是科技啦，还是讲迄个企业界的即个企业家吼，甲甚至嘛，包括讲教育甲安怎遮的人拢会过来。所以讲遮的人来算讲真侪，80几个，80几个你讲吼，叫因迄个对头到尾像讲这日本还是讲美国迄款的吼，看到这无可能。这人力上袂堪你啦吼。嘿嘛算讲因来台湾想要交流的这个意义嘛会无去。OK。所以讲变成无就归去先伫迄个所在吼，咱先做迄14天的这个检疫。OK。了后这个无问题来台湾，伫台湾遮就会当四界拍，照对较无啥问题。因家己伫国内先做一个检疫啦吼，14天先甲做起来啦吼。对。这嘛是一种方式啦吼。所以讲即马吼，变成我是感觉讲迄，因为伫即个差不多疫情中间的时阵，已经有包括韩国咧台湾咧提议讲，无归去吼，像讲商务人士吼，敢袂当卖迄商务人士无一定爱迄个采取讲14天的即个检疫的即款的要求。但是实际上咱台湾到即马拢无完全答应，主要是讲吼。14天主要是要确定讲，这个人以后14天以后当四界拍照。但是讲你个甲即个时间甲缩较短吼，变成讲感觉可能有一点风险啦。当然有的人是感觉讲，无一定差不多10天、7天就差不多啊。吼，但是可能咱的即个防疫的机关是希望讲会当保证咱即个人民吼，更较安全一点嘛。所以我是感觉讲，即马可能一个问题就是讲，安怎建立一个一个共同的标准。吼，所以讲有的人过来的时阵。也是讲迄个意见是团进团出吼，无要四个迄个啰嗦的时阵吼，咧可能有一个迄处理的标准。是讲有诶算讲准备来台湾了后，伊会想要甲真侪人会当自由甲拒绝，
啊，这款个另另外一种做法，另外一款做法。有影吼，真正咱继续来请教，真正是这个医学界这个专家啦吼。咱安怎看讲吼，伫咧外交上这个意义，啊，甲防疫上安怎去寻求？咱继续来请教教授。对，因为两个头拄专家拢用外交政治的角度来看啦，但是我用医疗甲这个医疗角度来看吼，迄是拢多虑啦。OK。世界无一项代志无风险的啦，世界无一个物件讲完全哦，所有的物件，包括咱本土的物件，咱嘛有风险啊。啊，过去半年来防疫吼，造成咱因为过度防疫啦，防疫做甲滴水不漏，咱即卖医疗的能量吼。减产啦，比去年减3成啦。本来医生会当看患者，会当开个刀，会当做的代志，医疗发展颠倒倒退啦。OK， 所以这是风险更大呢。本来会当做的代志，即满开始唔敢做啊，不熟悉做。所以我讲，当然咱防疫要做细腻，但是袂当过度保护，过度保护主义。我提一个过去我含这个侯胜茂署长，吼做伙真久，伊就甲讲一个日本754的代志。754的故事可能大家无一定真了解。我庄卡人吼，拢有土匪来吼，就拢秘咧惊死，大概迄个秋天收成，拢摕去送土匪哦，甲土匪愈饲愈大，家己老百姓家己能量减少，后来因就去。找武士来甲因保护伊的村庄，这是当然是日本迄个山川闽人迄个黑泽明的故事。但是这内底就真重要，就是讲咱家己庄卡人也是农夫，咱家己要创造咱的抵抗力真重要。哦，因为科技的进步不会因为 COVID 是世界上上尾一个疫情，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爱为这个疫情的处理方式研发疫苗、抗体药物。拢来做咧说，咱台湾人当然是即马真安全，但是袂当偏安讲哦，咱就免开钱做这，咱大家人拢会晓做这代志，咱才手啊空空，所以这是真危险。我是感觉风险是一定有啦。哦，头拄我嘛感觉真赞成陈部长讲，若有问题伊负责，我嘛感觉若真诶负责，咱医疗诶人会当全力来帮忙。尤其是大家拢相信咱台湾医疗是世界。真头前的国家啦，咱无啥通惊啦，咱有足好的医疗甲病院，伫遐咧准备，搁咱防疫措施较好。你看咱台湾人的这个国家的素养偌好，你看迄个捷运上大家拢戴口罩，口音拢照掉，这足好的训练的。有的国家到即马唔知要创，我啥拢无，咱的准备足够的啦。咱的迄个口罩吼，准备几落亿的伫遐。咱比世界足侪国家拢超前了，超前伫咧准备好了，所以咱当然是爱足细腻，但是唔免惊死，家己惊死啦。我是感觉咧，迄个惊死的心脏病吼，心理也无健康啦。吼，就是讲风险一定有啦。风险是一定有，而且咱爱利用这个风险，若一个政治家出讲，你拢免惊，逐工恁当去困，拢免做工课，你就会当生活足好，这骗人的。你无拍拼，要哪会国家社会进步？所以咱讲吼，美国这回来嘛是头一步啦吼，外交上会当来去做一寡这个遵循啦吼，有影啦。他拄咧讲迄个吼，美国这个也是绅士人，这个迄个日本这因拢有特别的package。是。我感觉这 package 吼，就是来考验咱有法度甲代志。因为他拄仔讲过来是这个捷克团来吼，愈来愈会绝对咱有一天会开放的。有影。咱咧用这个 case 来甲做好。有咱大家经验就有啊，你袂使讲大家拢甲当伫海外，袂当入来，咱的生意也无法度做啊。是啦，所以咱吼，咱嘛是台湾生意人嘛，全世界去做生意的，咱一半以上的经济来自含其他国家，咱无可能甲做正常的法度台湾的社会发展啊。咱含世界做伙来合作。是，我感觉讲日本啊，这个美国经验的，是咱当然有一寡风险的，但风险咱会当来管理。好好准备，无你讲吼，拢无风险，政府官员逐工就吹冷气，安尼嘛毋是办法嘛。是啊，虽然讲这个风险吼，会当直接学到一寡这个经验吼。其实咱看美国嘛是要学咱真侪这个经验。伊讲吼，过去咱这个20档合作已经超过这个部分啦吼，包含着新兴的这个传染病也好啦吼，也是讲这个dengue fever 啦吼。另外，这个备忘的 MOU 吼，就要提悬咱讲的这个行政赞助啦吼，还有这代表卫生部这签署以外合作。范围嘛要扩大吼，
亲像全球卫生安全，头拄我问吼，可能是这个明年啦吼，这个美国退出这个 WHO 了后，是毋是有这个新的这个伤病还是得病这个新的这个国际组织啊？讲到这个卫生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就是同款啦吼，台湾在咧国际上阻挡武汉肺炎这个成功，另外咧就是亲像这款这个备忘录内底吼，这个结构会当来去透过这种的这个实质合作吼，真正有另外一层的这个意义啦吼，但是有真侪声音就出来吼，声音是啥物咧？咱等下再来看啦吼，但是我要先请教 Jerry， 这个部分咱头拄也讲到外交 bubble 这个部分，另外嘛有讲到这个防疫上，其实伫咧防疫上的讨论，佫有牵涉到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小民的这个故事。有人讲，为什么这部长会使安尼来？但是我这个中国的小民袂使安尼转来啦吼，你安怎看咧？我是感觉小民或咱所谓的陆生啊甲美国部长是两件代志，而且是完全无共的代志美国部长也是讲日本这个前首相，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宾，而且他的数量无讲真济。是。但是小民也是讲这陆生是非常大的这个数量，所以以量来讲，这两件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啦第二就是讲我嘛看到讲，即个教育部甲陆委会针对这是毋是要开放陆生来台湾复学这件代志，其实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行政机关的角度来分析安尼其实是无讲介好，这应该讲政府要有一个做法出来，不管你是教育部还是陆委会的政策，你要先协调好，好人民可以看到讲，我们政府有一个态度出来。我这边我并不是讲一定要开放，还是讲我卖开放。我是讲这政府卖讲公开踢皮球，安尼，因为安尼真歹看啦，安尼真歹看。因为讲即阵这中国疫情有较缓啦，全球疫情也。我当然是无相信讲中国的疫情嘛这是所以讲，咱讲过度谨慎，这个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中国的数理，我无都可以相信嘛，对不对？所以我感觉讲，伫这件代志，小民来台湾这件代志，我感觉讲过度谨慎谨慎，我感觉是合理的，这个我是赞成的。但是莫去互咱人民去看到讲两个政府机关伫咧踢皮球，安尼是无讲介好。这嘛是个回应到讲，我前2天伫民粹顶头写的我讲美国部长甲日本前首相来，我完全赞成。但是那是上歹的状况最糟的剧本发生的时候，是向要负责，这要先讲好清楚。莫讲到时有问题，我看到底是外交部还是卫福部还是移民署伫遐咧推卸责任。咱看到应该是莫有问题但是若是有问题，中部长已经讲是伊要来担啦咱嘛看到讲这回阿扎尔来真正这个各界拢总有这个回应也好啦先来看到讲这个外交部这个发言人伊安怎讲台湾中华民国真正是一个这个主权独立的这个国家啦另外中共政府你无法度伫来伫遐踢踢突突啦若是讲中共要甲这个一中原则加伫咧这个其他国家，真正咱无法度接受。另外就是咱讨论到的，头拄只这个小民的这个故事即阵也无法度倒来到台湾谁这个外国政要来台湾这个检测，也是讲检疫流程真正是较利便但是咱看到这回外交战处上。来到这个部分咱看到美国国务卿Pompeo 伊是安怎讲的伊讲啥咧？伊讲甲台湾讨论公共卫生议题啦，防疫工作安怎打进前，美国这个内阁官员造访台湾已经有成立过去嘛，甲过去美国的这个政策是真一致的。另外真正气噗噗的是这个国台办这个发言人马晓光伊安怎讲民进党同款是老话一句啦，民进党你莫讲这个甘愿做基义啦省断着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啦不过咱嘛看到讲这个回应真正是咱华语讲的千篇一律拢是咧唱老歌唱老词啦继续咱请教委员安怎来看咧？先来讲到这个小民的故事，再来讲到这个中共这个回应。我想无论讲小民还是讲这个中国学生来台湾这个代志实际上因想要甲，尤其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甲这个算讲咱无要互这个中国
即个中国学生也是讲即个小明入来，啊，但是反倒等要互即个日本也是讲美国即个官员来台湾吼。但是你也是看卖，美国甲日本的官员来台湾，对头到尾每一个行程拢是互咱看了迄好势哦，啊，迄个算讲伊没有家己个人的行程啦。OK。了后就转去啊，无规去比照因办理嘛，你要安尼入来，好啊，小明来遮台湾3天，搁转去，啊，迄学生嘛是共款啊，所以袂使安尼相比啦吼。对头到尾拢家迄个感时较好势，你敢要安尼？ OK， 哦，这当然这无好嘛，吼，这无好，所以讲我而家甲这两个物件来做迄个比喻吼，这是很不伦不类啦。OK。啊，当然，我是讲中国看到迄台湾甲其他国家的关系好，啊，就伫遐目眶红，就伫遐算讲气噗噗。这我刚才是感觉讲，中国无准台湾甲其他国家的关系好，干那稳准讲伊家己甲其他国家关系当好，这是什么款的心态？就表示讲，迄中国吼，即马看到台湾做了好，啊，台湾有啥物好的发展，伊就是会弯刀嘛，吼，伫遐算讲迄个看袂起台湾的好啊！我是感觉讲，这表示讲伊家己吼对家己无啥物款的是毋对，无毋对。所以讲吼，我是讲中国家己爱好去检讨啦，吼，到底伊的心态是安怎？我是感觉讲，对即马来看吼，尤其是讲疫情，咱台湾伫国际上所受到即个肯定吼，表示讲咱台湾的确是一个好的国家，咱是一个有能力的国家。阮的人民会当因为安尼。算我家己有自信，我是讲这是足好的代志。有影啦吼，讲到这个信心中共真正信心无足啦吼，咱看到是这个 Ronald Reagan 吼 CVN-76啊，这个航空母舰伫咧东海遮来出现啦吼，啊，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咧？就是讲吼，咱真正看到哦，这个中共哦，伊这个动作。过去咱讲吼，伫舟山海峡要做一寡这个演习吼，但是讲这个演习可能是较细，但是咱看今仔日动作阁有啊，咱看到是这个什么？因为这个战机过来台湾这个领域来去做起雾空啦吼。继续咱阁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吼，安怎来去看中国真正敢是这个信心无充足？啊，你看吼，咱讲到这个 Reagan 吼 ，Ronald Reagan 这个 CVN-76来到遮，这个意义是啥物啦？咱继续。我感觉吼，这个美国的部长来，唔是国防部长来。OK。哦，是卫生部长来。两个国家咧来往的时阵，普通拢经济开始。OK。哦，普通经济开始，也是飞航开始，但这个卫生，人甲人、国家甲国家以卫生合作做基本的时阵，就是用心咧交往。是。哦，你若伊经济交往，无一定用心交往，但是卫生医疗交往，迄是牵涉到性命的，所以是心咧心甲交往。但是呢，当然足侪人无啥欢喜讲，哇呢，美国甲台湾咧心咧交往，咧来往，吼，心咧交往，互相信任，所以要来干涉，吼。但是时机唔对啦。你若讲吼，顶届就是迄个李登辉前总统，迄阵啊要选总统进前用飞弹来，哇，迄就要甲喊嘛吼。但咱的蔡英文总统都选掉啦，稳稳啊坐伫遐啊，这个时阵要来闹。啊，这个人阁是好代志，吼，美国甲台湾卫生医疗伫这个国际疫情，啊，这个这普通时阵来可能较无啥物重要，这个时阵美国甲台湾甲其他国家伫防疫上共同来拍拼，这对全世界拢是好处啊。有影，咱嘛看到讲美国这个动作吼，伫咧7月时阵，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美国国土部吼。更加成立或者这个中国工作小组啦吼，另外针对这个疫情吼，讲过去就头提真济，咱讲疫苗这个资讯吼，这动作啊，甲这个动作安怎去甲看咧？所以其实有一个足重要一个，你会记得咱定来讲，去年12月31号，台湾的 CDC 罗副署长第一届发现中国大陆咧武汉咧传这个疫情，写批去问 WHO 啊。你知影讲，这个讯息对美国、对任何国家，偌呢重要，真可惜 ，WHO 甲误着伊 WHO 家己人，误着真侪国家。你看台湾伫这个亚洲、伫亚太地区对中国的疫情，哦，包括其他当然疫情了解，对全世界有足大的贡献。我感觉讲，这个贡献绝对爱透过这个 MOU 这个备忘录扩展，变做全世界的福利。是台湾人做发现一个疫情。唔是甲帮助家己，是要帮助全世界附近的人，对无？啊，WHO无负着这个责任，造成大家拢延误。我感觉这个关键，这个知识情报的掌握，绝对是世界各国
拢会极度重视的所在吼。我感觉说，伊个台湾甲美国这个科技的进步，直直进步。但是我特别爱提讲，明仔载部长要去一个所在演讲，大讲话。台湾大学公共卫生。毋是去台湾大学，普通哦，你若讲转去美国，转拢去清华，中国大学清华大学拢讲政治的，伊即个是公共卫生学院。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个，台公共卫生学院是美国公共卫生学院即联盟的亚洲第一个认可的学院。哦，当然这是为过去陈建仁副总统做院长，尾啊王龙德到院长，搁是陈伟坚，甲即马即个。詹长前院长，因20-30年直直拍拼来，台湾公共卫生当然毋是讲台公共卫生咧做，但是台公共卫生学院伫即个公共卫生伫台湾的即个拍拼是完全受到美国的肯定。OK， 实际上是连做伙啦，所以我想阿早即个部长来，明仔载会台公共卫生来演讲。表示台湾的公共卫生实际上是美国除了认可，未来会变作真重要一个合作的对象。是，当然这是学术的合作，但是伫政府部门的合作，今仔日的 MOU 备忘录签落以后，未来台湾的官员技术，也是讲咱的医疗团队甲美国会当合作了到愈来愈好，啊，甲这个合作的水准。结果摕出来全世界来用。有影吼，就是讲尾啊，即个咱讲美台合作，拢有一寡遵循伫吼。啊，明仔载咱嘛看到讲，即个阿 Zar 即个行程就是要去台公共卫生学院啦吼。另外吼，咱就讲吼，即个真重要即个行程，就是要去甲即个前总统来做一寡致意吼。即个外交上嘛是真大即个部分，但是头一个来致意即个外国国家，就是咱讲即个日本吼。昨伊的即个出现代表是啥物意义？咱先做伙来看。已经83岁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暗头5点到台北宾馆，尽管行路较慢，落车了后，也是春秋秘书长的手势。伫工作人员搀扶之下，一步一步行入台北宾馆。随后，森喜朗率领日本10个来念香的人，用李登辉遗像来深深一鞠躬，献上鲜花来致意。森喜朗感性致辞，这个场合真侪伊甲李登辉最后一摆讲话机会，伊甲李登辉两个人下交杯跨越大海，超越立场，台日中间共享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相信两个人的友谊会传承予下一个世代，日本台湾关系会更加坚固。下晡4点，森喜朗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到总统府拜会总统蔡英文，并起奉有原则。蔡英文一向日本官员强求致意，更加俄罗森喜朗是一个有认真的人，在2001年发予李登辉签证到日本做心脏手术，也感谢日本在国际上为台湾来讲话。借这个机会呢，我要感谢安倍晋三首相、麻生太郎副首相、菅义伟官房长官。以及茂木敏充外务大臣多次在各种场合为台湾参与 WHA 上议直言。李森喜朗更加亲身载了一本以蔡英文为上为封面的日本红册，笑笑讲三地直送，予蔡总統留念，大家感覺真趣味。直輸入してこれは安倍先生、私に行けと言ってるんだなということがすぐ分かりました。另外，森喜朗也讲，这摆情形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身敲电话，暗示爱做日本方面的代表到台湾来对念李登辉，也感念李登辉在新进前致力台日友好。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看到莫里尤西罗啦吼，是向这个前总统李登辉来这个致意啦吼，这个致意内容先带大家来做伙来看啦吼。伊是讲吼，这个因过去啦吼，真像下过这个大海，下过无共的这个政治立场啦吼，甲台湾人甲日本人拢有真大的这个连结啦吼。另外伊嘛讲到吼，这个李登辉前总统完成着这个台湾理想化的这个民主啦吼，台湾甲日本拢总享受着自由甲民主、人权甲普世这个价值啦吼。另外就是讲吼，真像爸仔囝共款吼，会当入共一粒这个橄榄球啦吼，另外就是讲吼，真正下过
所谓这个政治这个部分啦吼，嘛要看到讲伊上尾即句吼，真正讲了真感动啦吼，就是讲因为咱看到这个2020年原本要来做这个东京奥运啦吼，但是咱看到是延前一档啊，这个摩利优西罗啦吼，伊是讲吼，真正会当看到讲每年咧办的时阵吼，伫咧东京奥运开幕的时阵吼，这个咱李前总统吼，嘛会伫现场吼，吹到温柔的风，啊，这个摩利优西罗吼，嘛会看到天边，感受到伊伫现场祈祷甲灵魂的这个笑容啦吼。啊，啥啊？李登辉这个前总统过身，咱看到日本头一个，美国第二个啦吼，这代表是外交上什么这个意义咧？咱嘛看到讲过去咱合做这个前总统，或是 Mr. Democracy 啦吼，这个民主的世界，甲过去 Pompeo 咧讲吼，这个中共吼，这个部分吼，安怎来去做一个批评？咱先请 Jerry。其实看到这个森喜朗前首相来到台湾吼，这一张去看李登辉前总统，其实阮心来看是非常的感动啦。因为咱大家拢有看到讲，其实伊手佫有包一个纱布嘛，因为伊敢若是糖尿病还是安那嘛吼，所以讲伊是伫这个伊本身身体状况无讲介好，这个情形之下。由愿来到台湾来代表这个首相来向李前总统来表达敬意啦吼。那就这点来讲，其实阮伫外口安尼看是足感动啦。即摆代表讲，其实咱台湾甲日本吼，其实这个台日关系甲台日友谊，从过去各种地震或各种自然灾害，咱两边两个国家拢相互的伸出援手吼，所以这个友情是非常的感动吼。啊，美国卫生部长这边来虽然是以防疫吼为名目，但是伊嘛是会去看这个李前总统啦。所以不管是日本甲美国，这种咱拢会当去看到讲，其实咱台湾的外交伫总统小英总统过去这4年外到即嘛，其实是做得非常的好啦吼。啊嘛，望讲未来会当伫这款的基础，吼去有更加的这个突破吼。在外交上吼，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要有一个潜力。OK。所以基本部长来台湾。部长来到台湾，就表示讲后边若是阁有另外一个部长要去，也是讲咱台湾的这个部长或阁长要去美国的华府，伊都有一个潜力，会当去依循。所以讲这个第一例潜力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伫我家己的面前，我嘛有写讲，嘛是希望有一天啦哈，看会当伫小英总统第2任这个任期结束进前，会当看到吼，咱总统吼会当去正式吼光明正大去访问这个 DC 啦哈，因为目前。伊拢是要用过境外交嘛，吼，伊无法度讲正式的这个 state visit 这个国事访问，那是伫台湾旅行法这个正当性之下，咱会当看到咱的总统，也是讲议长吼，会当去访问这 DC， 安尼都是一个非常大这个突破安尼。伫美国上吼，这款这个突破，希望吼，伫咧小英第2任会当看到吼，不过咱佫讲。转来到日本这个部分，咱看这个摩利优西罗啦吼，伊是讲吼，伊是代表安倍晋三来到台湾，同款咱看到阿扎尔，伊讲伊是代表 Trump 总统来到台湾吼，这有啥物意义无？我想吼，尤其是这个摩利首相吼，任首相，伊来台湾遮吼，当然这个物件一方面是伊伫2000年是伊本身应准吼，李总统去日本去看病，迄当阵算讲风风火火啦，真迄个。差较真侪，但是到来就变成讲，对伊开始，李总统就有法度去日本就无啥物问题，吼。嘛去日本真侪届，我是感觉讲，迄个摩利这届这个伊的演讲吼，甲这一般日本绝对毋是官样文章。OK， 就是讲你看咧，伊内底用足侪伊个人所知影的物件，像讲伊甲迄台湾的这个橄榄球的选手吼，那个柯子章，柯子章算讲18年10几当前伫台湾过身嘛吼，迄当阵应该是2003年，伊来台湾时都落飞机就第一先撞去柯子章的迄个坟墓面前甲致意，所以这伊先甲伊个人甲迄台湾这个关系先甲伊讲出来，了就开始讲就讲李登辉甲伊的关系。即摆你因为我是讲这内底哦，所以你迄个咱台湾咧翻译有一个所在要甲伊翻译
真清楚，因为迄是算讲伊演讲真重要精神的内涵。是，就是讲伊有讲到讲这个李登辉吼，迄当阵算讲教伊安怎甲教，教到就讲日本是安怎迄个伫战后吼来寻求这国家的一体化。这什么意思咧？就是讲日本战败，日本迄当阵就烦恼讲，即个家己国家敢像德国共款，互迄个美国也是讲迄个苏联吼，该挂分去。结果咧，所以讲日本迄当阵，包括伊的老爸因老爸迄辈遐的人，算讲是承受吼日本迄个战败但是伫迄个所在咧，算讲咧维持日本的本身的尊严，用偌济溃烂吼。要来维持日本，卖互战败了后，这国土又不会完全被分裂掉。所以迄当阵迄个伊的这个做法，因老爸迄边的做法，伊本身吼，因为迄当阵日本遐个官员伫遐，所以每一个人都认为讲，这是带日本去战争的这个战犯，所以讲变成伊伫厝里嘛，无可能甲因的囡仔人哦，伊的算讲伊的后辈好好甲解说，结果伊真侪物件是李登辉走去日本，有机会甲莫里咧讲的时阵，甲伊讲这是恁老爸所做的，所以讲伊是透过李登辉去去学习到，到底迄当阵日本伊的先辈是安怎用迄所谓溃烂来互维持日本，互因这后辈会当有今仔日会当继续生存，即款的一个价值。所以讲对伊来讲吼，也是讲迄柯子章刚参与因老爸，但是对迄李登辉对伊来讲，就刚参就是带伊个重新认捌日本迄当阵到底是甚物款的迄大兄啦。有影。好，所以讲这个个人的这个展出，算讲台湾甲日本的这个羁绊吼。因的老爸甲柯子章，算讲两个迄当阵台湾当然日本一部分嘛，但是伫遐嘛，无论讲迄个日本对台湾的迄个处理，但是嘛有法度共同来。迄个保护一粒这个橄榄球，大家共同去追求了吼。了就是讲，迄个李登辉安怎甲伊讲，迄当阵日本是安怎你袂当袂记即款的物件。所以讲，伊是透过李登辉重新个学习，因老爸所维持的日本，因老爸苦心是咧倒位。所以讲，我是讲从这个追悼词内底吼。当然绝对不是官样文章，但都是因为真侪个人本身的这个感情伫迄内底，所以讲这互这个讲词吼，甲其他日本的这个算讲对台湾的这个文章就无共款。我相信这变成讲很重要，日台关系内底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文献。有影啦吼，所以这个莫里安尼写啦吼，真正毋那是自这个李登辉前总统来去学习，嘛是寡吼对伊做一寡这个注意啦吼。另外，伊嘛是讲着吼伊是代表这个安倍晋三来到台湾吼，这是代表是啥物意义？过去咱嘛讲着吼，伫咧 WHA 也是 WHO 这个议题，日本嘛是对咱真帮赞吼。咱嘛看到美国嘛是共款，伫 WHO、WHA 拢是发声帮咱讲话啦吼。继续咱请教委员。头拄啊，迄个罗教授讲到这个新西兰的代志哦，我感觉真趣味啦吼。旧年热天我咧做监察委员之前，我特别去东京拜会，就是要了解日本东京奥运的准备啦。实际上，新西兰本身是规个东京奥运的上大的主席，我看到伊的代理主席啦吼，因为伊迄种咧无闲，所以日本本来就要利用东京奥运，本来是今年7月要执行的吼，好好发展甲国家的这个规个能量提升，真可惜会刷到明年嘛吼。尤其伊来看李登辉，我个人也阁有一个要特别讲，李前总统的代志。是，咱即摆讲咱的一个防疫足好，咱防疫若无全民健保，无可能真好啦。是，这个基础有吼。这是25年前吼，25年前李登辉总统咧做。李登辉总统的时阵，1995年咱甲完成的。OK。所以迄阵啊，这甲日本甲美国拢有关系。李登辉总统是安怎会普通政治人物的无啥会去管卫生的代志。但是你知伊是做基层开始的，伊为迄个做田人的这个福利开始做，伊做农业经济嘛。你知早期咱无全民健保是拢农会出来做医疗。所以迄阵啊，有一个几个足有名的医生啊，包括尾啊，甲这个全民健保做成这个张博雅医生啦，伊阵做署长，就是尾啊，刚才伊一定，实际上因甲李登辉总统有密切关系，做成1995年，咱会法度做全民健保。全民健保伫李登辉总统的时阵，伊做足重要的代志，就是伊派台湾足侪优秀的学者啦。
包括迄个叶金川啦，吼，尾啊，你迄个李明亮书记为美国等啊，就是甲美国密切合作，甲迄个哈佛的威廉萧庆伦教授，甲邀请来台湾来。甲台湾迄阵差无甲5成的有保险呢，2-3年以后变做有8-9成以上做保险，这美国嘛，甲即嘛无都做着吼。所以这咱来感谢李登辉总统、前总统，伊的决心，普通政治的人拢甲卫生放伫后壁，但是李登辉总统有法度甲卫生，咱台湾若无卫生做得好，你民主。可能会真歹去杀，是啦吼，民主甲健康、寿命拢有合做伙啊！你健保佫是对人民服务上重要一个政策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今仔日这个沈世人前首相佫特别来看李登辉总统，李登辉总统伫台湾的贡献，毋是讲民主，民主当然上重要，但是伊伫医卫生医疗、公共卫生甲种，敢若迄个稻仔甲种落以后，你看即摆咱防疫无法度做啊好，确实是来自于过去的拍拼。有影啦，所以真正咱的这个防疫表现就是有过去吼，李前总统这个拍拼吼，嘛好这回咱看到美国吼，真正受到因的这个肯定啊，会当来到台湾吼，上关战级，咱讲长高以后吼，咱嘛看到讲吼，Mori有时咯吼，因会当共一间来见面，对美台关系，也是讲吼，美日关系真正是大的提升啦吼。真正对中共来讲，真正虽然看袂过落去，但是这是咱历史上的这个新的一页。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做回来分享，做回来讨论，感谢。所以咱嘛看到讲，真正伊做首相的时阵，迄当阵是2000加2020嘛吼，这几年。